2月28日，什麼？沒有主席。每當得知本會沒有具備管理協會權威的主席，沒有能強迫交納會費的財務長，我們的朋友們驚呼：這簡直不可能！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103頁。當我最終走入協會，我不敢相信這裡沒有人會強迫交納會費。我不敢想象有什麼組織會不要求用金錢來去有償服務。這是目前為止我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不花錢而得到東西，因為我沒有感覺到 AA 成員想支配我或者敵視我，所以我能夠不帶偏見的以開放的心態來接受這個方案。他們對我毫無所求，我會失去什麼呢？感謝上蒼，讓那些創始人擁有如此智慧，他們深知那些是走者，十分蔑視被人操縱的感覺。